歡迎收睇蛋撻頭條，我係佘曼。關稅大棒下，中國中緬股價不跌反漲，究竟係咩嘢令佢急流勇進、逆流而上？請蛋撻專員同大家探尋真相。大家好，我係卡文。你嗰頭加稅搶錢，我呢頭退稅有平嘅。中國火速推出境外遊客購物離境即買即退服務，親自嚟中國購物就唔使捱參參125%貴價稅，最多只要俾13%增值稅就可以88折暢享 Made in China 嘅海量產品。我哋即刻採訪下佢哋嘅睇法。What's up, bro？ 離境退稅即買即退，咁你哋國會山班蠢材關稅加到300%都冇用咯 ，stupid！我直頭落地免簽240小時自由購物，行到邊掃到邊，匯率仲好抵，茅台仲平過可樂，退稅嘅 speed 仲快過我 iShow speed。你班華府契弟搞愛國法案就唔好怪我要做海淘代購 KOL。國潮衫褲鞋襪，連智能手錶都平靚正，班政客仲話制裁緊我個荷包咯。你問我中國掃貨真係咁着數，用退稅買機票抵過執錢落袋啊！馬克思名言。如果有超過100% 利潤，資本就會甘願冒犯絞刑危險；超過300% 利潤，資本就咁踐踏人類一切法律；超過500% 利潤，美國人爭崩頭都要搶張中國機票啊！蛋撻 TV，我哋下次見。